交通部暗算伫宜兰外澳福德港到乌石港的路段起自行车道，不过为着要避免有人会走入去私人土地，所以有一寡路段会降低宽度，上深有3公尺。这在地居民都不满，认为这款路会有海水入去，等于是白了工浪费钱，民众的性命安全嘛有危险。不过公路局表示，就算路降低啊，海水嘛拍袂过来，无安全的问题。 即马真侪人伫休困的时阵，拢会去骑脚踏车。交通部就准备伫咧外澳福德港到乌石港路段起一条自行车道，掩护一寡路线经过在地人所讲的小白江的私人土地，路面上最降3公尺，引起争议。不然路只要弄到这个沙滩上的话，等于有用跟没有用一样。阮大家拢知影，用拢较遮起来。然后他用有当时啊，冲到遐，到路遐。 这个小白江是大家该叫做阿拉比王的人造文起的，因为建筑物外形规拢白色的，将中东的风情才好这个名。在地居民讲，小白江内面也有国有土地，国产树山继续做好小白江的所有人，就算公共建筑有需求，也袂放出来，互全民共享。所以降低自行车道的宽度，有可能危害民众的安全。所谓的公有地，就是咱所有人国民共享的物件。我希望讲限落咱全民。 外澳里的里面27载起参加公路总局办的第1场自行车道兴建说明会，强烈希望卖降低自行车道的路面。是我们本身有计算过本身高潮线，那这部分没有潮汐安全的问题了。 根据公路局的规划，新起的自行车道长差不多465公尺，会连接附近6公尺宽不花顶头的车道，掩护经过小白江顶私人土地时阵，路面的宽度会自6公尺，上最降至3公尺，结果慢慢变成到4-5公尺宽。公路总局表示，路面降低了，以外是灌过满后时阵的海平面，维护安全的义务，会继续甲居民沟通，让自行车道会让顺利完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